传的客家拳法虎虎生风，企业家徐宏焕称号郎主有其道理。虽然快60岁了，我自己觉得我心态上还20岁，跟在大学的时候一样。在新竹湖口长大，徐宏焕热爱爬山，足迹已踏遍全世界。因着对山的眷恋和热爱，为自己和土地架构一个梦想蓝图。因为爬山要坚强的毅力，你做生意也是一样，将来读书也是一样，都是要坚持到底。客家人的应景、昂扬了哈，应景精神，我就是从那个爬山去意会。正所谓登高必自卑，领教过自然雄伟，徐宏焕学会了谦逊。因为苦过，所以知上进，把客家精神深耕德国，也把客家山歌唱出国际。Today is very beautiful day now。今日は良い日に。就是哇，德文、英文、日文呢。一张张照片记录创业30年的轨迹。这张与德国伙伴的合影，对照惊喜的徐宏焕，完全感受不到岁月催人老。欣赏你6岁的人，怎么体态看起来老很多？原因是什么？差别在运动。当然秋有运动嘛，你每天都运动吗？当然运动，爱身体动好。所以每天运动身体就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爬山、打拳，懂我。读万卷书也得行万里路。徐宏焕把自己当模范，用乐观开阔的态度，邀请更多同好共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人不能决定自己会遇到什么困难，但绝对能够决定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。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活力、拼劲、勇气，与年龄无关，完全存乎一心。当然超越运通嘛，当然运通捱身體動好。當然超越運通嘛，當然運通捱身體動好。